投資經屋少咗投資價值。大家好，我係黃德華添 Sir。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有爭議性嘅話題，就係呢個澳門經濟房屋咧需要係革命創新。咁啊，睇到咧而家我哋嘅輪候人數咧有好多咧等到5到8年咧都未上到樓嘅，甚至10年咧都未上到樓啊。所以咧有好多咧就索性咧就係放棄啦，唔申請經屋啊。咁啊喺大灣區住啊。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弱勢社群咧，佢對呢個嘅經屋咧係非常之好大嘅需求啊。咁但係咧毫無疑問咧，佢哋買唔到咧就住喺大灣區啦，甚至喺大灣區置業。咁所以咧，希望有關當局咧可以係運用 AI 咧，網上咧可以係作為一個透明度嘅一個申請啦，同埋可以睇到一個進度啦。將來咧有效咧可以縮短咧個輪候時間，唔好等到3到5年啊，可唔可以3年之內咧？係咪先？咁啊睇到咧第二方面咧，就係我哋而家申請嘅組織家庭嘅人咧，如果係申請一個人咧，只可以申請一個房間。咁但係咧，佢哋冇考慮到咧，就一樣嘢就係可唔可以係申請3個房啊？因為有能力可以申請3個房，因為咧而家咧我哋要考慮到出生率啊，同埋一個嘅人生規劃。咁變相咗咧，將來咧如果係有呢個組織咗家庭之後，可唔可以轉換咧？有冇一個轉換機制咧？嗱，呢個就需要係革命創新。咁啊，第三方面咧，而家嘅經屋咧嘅定價同一個市場嘅嗰個售價咧係有一個嘅接近嘅差距。咁變相咗咧，可唔可以係調整翻經屋嘅定價，同埋咧俾多啲優惠俾我哋嘅澳門嘅市民啊，一啲弱勢社群啊？因為咧而家咧買經屋咧係永遠聖經嘅，佢冇得出售，冇得轉賣，咁啊又冇得出租，咁啊變相咗咧投資呢個嘅經屋咧就變進咗一個係負資產嘅，少咗個投資價值。咁所以咧，希望有關當局咧可以考慮呢3點啦。咁而家咧，我哋嘅澳門嘅弱勢社群咧係對呢個嘅經濟房屋咧係非常之係有好大嘅需求嘅。希望咧有關當局咧可以係深思熟慮，可以革命創新，運用 AI 引入去呢個嘅澳門嘅經濟房屋嘅制度啦，以數據為本，以民為鏡，咁啊幫助咧更多有需要嘅人咧可以盡快咧可以係完成佢哋嘅上樓夢。今日講到呢度，多謝你哋。